唔到花白肉，用 Magic Power 啦！幾層下巴減唔到，用 Magic Power 啦！粗腿、手臂、大肚腩，用 Magic Power 啦！ Magic Power 有多個排毒掛配件，全身所有部位都啱用啊！首先用電磁波放鬆深層肌肉。哇！呢個好有 feel 啊，feel到啲電流喺度震緊。電磁波可以幫我哋排毒通淋巴，尤其是喺呢個筋膜刀啊，可以做到舒緩筋膜黏連，仲有即時效果添。跟住用埋 LED 雙極射頻，配合埋儀器嘅負壓吸力，可以做到消脂效果，線條出翻晒嚟啊！今次咧就第3次上嚟做呢個 Magic Power， 記得第1次咧個感覺就會大啲，因為咧治療師都同我講啦，我嘅經絡同埋淋巴咧都冇咁暢通啊，而今次咧已經通咗好多，所以就冇乜感覺啦，可以好好去 relax 同埋 enjoy 一下，所以咧都真心推介俾大家。